过了解消息来关心政治新闻，上较有可能代表国民党参选这个2024年总统大选这个新北市长侯友宜，虽然无表态，也无听讲已经点点的布局，对了找专家学者研究外交两岸的政策，佮规划立委江启臣户口迁到新北，准备要接侯友宜参加这个新北市长的补选。今日早起，侯友宜针对相关的议题，虽然无正式正面这个回应，也毋真罕见，伊讲到台湾的战略地位以及两岸的关系应该维持和平甲稳定。旧6年1月到新北市长侯友宜参加月歌顶的活动，进入过年的气氛。不过2024年选总统，到要提早规划布局，团长侯友宜已经找学者专家来计划外交两岸政策，甚至在今年的元旦升旗，嘛画出台湾不是阿强的旗帜。在这样一个地缘性以及战略的关键地位，所以台湾在这里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。开始要来卡做好市政以外的话题，嘛团队已经找人要来接新北市长的会。就在我们的新北市的新店，所以我特别来给他恭喜跟祝贺。一直都有在参加，只要他时间有空，我想他都会参加。遴选可能就是国民党立委江启臣，若是新北竞赛，张荣拔是前立委刘成良，我是新北市议员刘铁章，地方的实力增强。江启臣去年伫新店成立新地库，侯友宜冇来到现场甲恭喜，看出两个人的交情麻。把新北市的每一项工作都好好把它做好，这才是我现在该做的本分跟角色。个便当来到豪华做代志侯市长，侯友宜无讲敢有和江启臣伫咧联络，江启臣办公室嘛发声明强调无影无食啦。无相关补选的规划，嘛讲无和侯友宜伫咧讨论，敢若认真伫咧立法院监督政府。不过已经来到2023年，对2024选战，确实有影会当好好来计划咯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